Hello，大家好，係我啊，莊哥啊。錄片時間係2026年嘅8月18日。喺上一條片入邊呢，莊哥就曾經講到新皇崗口岸24小時嘅通關呢，會更加帶旺咗深圳北上嘅消費，尤其呢就會帶來一個新嘅未來嘅繽紛夜生活嘅經濟生活添。但係莊哥呢喺而家呢條片入邊呢，就唔再多講上高嘅北上消費啦，而係講一下呢個新皇崗口岸嘅通關之後呢，會唔會或者會點樣影響到香港未來嘅勞工嘅就業市場？點解會突然之間咁嚴肅咁講啲勞工市場呢啲問題嘅呢？其實呢啲呢都唔係阿莊哥嘅主意嚟嘅，亦唔係莊哥嘅意見同埋見解嚟㗎，而係主要呢係我有3個朋友綜合咗佢哋嘅説話而喺度得出嚟嘅。事由呢係上個星期六啊，莊哥同3位老友記都過咗60歲㗎啦，就喺上高深圳度喺度飲茶，咁啊大家喺度吞雲吐霧啊，走過3巡之後就説南話北，咁啊話題呢就由呢個新皇崗口岸咁就扯得到就而家嘅勞工就業市場。嗱，莊哥先聲明啊嚇，以下所講嘅嘢呢都唔係莊哥嘅意見嚟嘅，而係呢3位朋友所提出嚟嘅，而我綜合佢哋嘅意見呢，將佢歸納落嚟嘅。而我呢3位嘅老友記呢，都係土生嘅香港人嚟嘅，雖然都年過60啊，但係而家都仲係做緊嘢嘅喎，所謂退而不休啊。咁佢哋喺香港其實都中環咗30-40年嘅，對於香港呢好熟悉㗎啦，亦係非常之咁關心咗香港嘅。而佢哋嘅説話呢，我相信呢都有啲份量嘅。咁我慢慢咁就講下佢哋嘅意見出嚟啊。3位老朋友呢，我姑且稱佢為 A 君、B 君、C 君啦。A 君呢，以前佢喺香港係做餐飲業嘅，後生嗰時候呢，同埋個老婆呢，非常之打拼㗎嘛。咁有一間肉食公司，專係呢就批發或者做一啲嘅雪藏嘅肉食，就供應俾啲酒樓㗎啦。後來呢，佢哋做咗一啲批發咗啲日本嘅食品啊，同埋啲酒啊、sake 咁，同埋就自己呢全盛時期開咗有成4間嘅快餐店㗎啦，都可以講話係白手興家嘅老闆嚟嘅。而阿 A 君呢，而家佢就住咗喺觀瀾湖，喺上高買咗層樓喺觀瀾湖度住㗎啦。佢呢就喺2022年之後呢，經過一次嘅喺上高參觀咗嘅蓮塘口岸啲食品之後呢，咁佢呢就毅然呢就將佢香港嘅所有嘅餐飲業呢全部結束晒，就毅然呢就搬咗喺大陸上高喺羅湖區廣州嗰度喺度做生意喎。咁而家呢，佢都算喺上高呢，都算係薄有積蓄賺到錢㗎。而 B 君呢，以前呢係會計嚟嘅，佢係中五個時候呢就走出去呢，就冇讀大學，就用 ACCA 嘅成績一路咁考上去，最後呢做咗一間大公司嘅會計部總經理。咁佢退咗休之後攞咗一筆錢呢，就走咗去英國，移咗民去英國㗎啦。咁後來呢，就話喺英國呢受唔住佢嘅生活，咁喺2年前呢，毅然就翻嚟香港。咁喺香港呢，就買咗層樓，就喺東涌。咁自己呢，就唔想做老闆啦，亦唔想做職員喎。咁自己呢，就而家就係做緊的士司機，就好自由咁自己揸的士。但係佢最近呢，亦搬咗喺上高嘅皇崗口岸度附近度住。佢話啦，等新皇崗口岸通關之後呢，佢就諗住呢，就晚晚咁出入經皇崗口岸，就翻嚟香港就揸的士，收更之後就翻皇崗口岸度住，日日咁樣嚟生活㗎啦。而 C 君呢，可以講係一個退休嘅公務員嚟嘅。97年時後期呢，2000年嗰陣時候呢，佢就領咗政府嘅肥雞餐，咁移咗民去美國。其實佢就每個月呢都仲有收仲收有政府俾佢嘅薪金㗎，每個月都會收㗎。而佢移民咗美國之後呢，佢喺美國呢就做咗一個中
港美國嘅貿易生意喎，時時就中港美咁周圍咁走喎，乜嘢都有做㗎。到而家呢，佢都仲有喺度做生意，係經過大陸嘅物品，經過香港或者越南呢，就走入去美國嘅。可以講話佢呢個朋友呢，係活得最清楚、賺得最錢多嘅人嚟㗎。而三位嘅老朋友呢，都不約而同都咁話啦。新皇崗口岸通關之後，5分鐘嘅過關，跟住呢有4通8達嘅交通網，周圍去輻射到係全香港各個地區。呢啲呢，其實係便利咗呢深圳人過關走嚟香港做嘢㗎啦。尤其啊，而家深圳同香港呢，有個叫做1簽多行，即係話呢1年之內無限次咁到香港，而喺香港呢逗留呢最多係7日。咁你話係咪會更加引誘到好多嘅深圳人，甚至係居住喺深圳嘅人呢嚟香港揾嘢做嘅，或者係度做黑工嘅？各類人喺香港做黑工，其實都係時有所聞嘅。最多咧都會發現喺啲建築業啊、餐飲業同埋清潔行業入邊嘅。但呢3位老友記都話咧，新皇崗口岸通咗之後咧，會更加去輻射到擴散到好多重多範嘅行業嘅添。首先佢哋講建築工人，香港咧建築工人嘅人工高啊，咁喺深圳咧就多數會多咗好多人嚟香港度做噶啦。跟住就餐飲業嘅咯喎，佢哋可以每日咁經過皇崗口岸到香港咁做工，尤其你話佢洗碗啦，洗完之後咁夜晚又翻去，每日咁來回無限制嘅喎。好啦，甚至係清潔工人，尤其係啲清潔女工啊，佢哋話呢啲住戶啊、家庭主婦啊，可以落個 order 俾上高，咁啊禮拜六嚟呢度做一做，走上去，禮拜日嚟一路走上去，咁咪做咗好多啲清潔工啦。咁其他呢，尤其嗰啲零售業啊，都一樣可以嘅喎。因為深圳嘅人呢，平均年齡低啊嘛，而且佢哋學歷都好高喎。咁你話有時零售業嘅人呢，請佢哋嚟到香港做 sales， 或者甚至坐喺度 counter 度賣珠寶啊、賣首飾啊、賣美容產品啊，都唔係話冇可能嘅喎。而最後啊，佢哋都話啦，就擔心到香港嘅地產行業啊，因為莊哥係做緊地產㗎嘛。佢話呢，而家已經有好多啲深圳人呢嚟到香港呢，就從事地產嘅無牌咁地產嘅喎。而家你咁嘅點樣講啊？非常之無阻礙咁樣嚟香港，24小時通關。咁上高嘅深圳人呢，隨時可以帶佢嘅朋友嚟到香港咁睇樓，尤其係睇一手樓。睇完之後就同香港啲紅旗軍啊或者黃旗軍嘅合作，咁咪係削弱咗我哋嘅生意咯。莊哥當時聽咗之後呢，都茫茫然若有所思。咁啊，翻咗嚟香港呢，呢一兩日呢，自己做下啲研究，做下啲 research 呢。咁啊，覺得呢3位老友記所講嘅嘢呢，都真係不無道理嘅，都心入邊呢都有啲驚怕嘅。咁啊，首先嚟講啊，喺深圳呢，而家呢，佢嘅人口呢有1800萬喎，勞動人口呢就1200萬左右啊。平均年齡係32歲喎，非常之年輕喎。而佢哋嘅學歷呢唔低喎，大專以上呢有47%喎。而專業人才呢有成260幾萬，而技術人才呢有成500萬咁多嘅。而根據一個2025年嘅私人報告呢，佢就話呢，深圳嘅私營工業、私營商業嘅人呢嘅平均收入呢，大約都係8000蚊月薪左右，而餐飲業嘅呢，約莫都係5000零蚊月薪，時薪大約係20到25蚊人民幣啊一個鐘。而建築人嘅收入呢，大約都係8000蚊一個月。零售業呢，就比較上參差啦，由4500蚊到8000蚊一個月都有嘅。超市嗰啲呢就比較多啲，咁啊，尤其啲保姆啊、啲清潔啊或者保姆嗰啲呢，嗰啲就普通呢都有成6000幾蚊人工一個月㗎啦。而至於深圳嘅失業率有幾多呢？
就唔知啦，因為政府從來都冇公告嘅。但係根據呢個私人嘅報告呢，佢話呢，起碼5% 以上嘅，或者甚至8% 嘅失業率喺深圳添。咁有咁大群嘅失業嘅人士，你話啦，有咁好嘅機會嚟香港打工，你話佢哋會唔會趁住呢一個皇崗口岸嘅通關之後呢，咁啊無限制咁啊走嚟香港度打工啦？其實佢哋唔需要喺香港做正式工人㗎，佢哋做個兼職，咁啊一個星期咁橫掂可以逗留可以超過唔可以超過7日，咁可咪做4-5日，或者每日翻嚟做8個鐘，翻去第2日又翻嚟做8個鐘，做翻去都可以㗎。呢個諗落去呢，都係不無可能嘅喎。而莊哥呢，更加呢就擔憂多一層添啊，因為建築業、餐飲業、清潔行業呢啲呢，就俾上高嘅平價嘅勞動市場霸佔咗呢，就肯定㗎啦。但係呢，隨住呢個新皇崗口岸通關呢，可能一啲高種嘅或者高收入嘅品種嘅收入呢，都可能俾上高國內人侵佔喎。譬如簡單啲講啦，英文補習老師啊，喺國內嚟講，尤其深圳呢，你話係大學畢業專科英文嘅好多人啦，佢哋都非常之叻，而且我莊哥承認佢哋係叻過香港人添啦。咁佢哋唔使多㗎，每次嚟香港幫人哋補習1-2個鐘，又唔使收多㗎，佢收你100-200蚊人民幣咁，走嚟補一補走一走，咁你話會唔會發生呢？或者甚至一啲更加專業嘅，譬如教人彈鋼琴啊、拉 violin 啊、咁啊拉二胡啊，呢咁嘅專業上高人士嚟到香港，咁冇嘢㗎，喺家庭入邊教到1-2個鐘，咁啊攞走。甚至一啲所謂嘅醫生啊、中醫師啊，走嚟到香港插班，咁啊喺一個請佢嘅醫務所入邊，咁啊做1-2個鐘，咁啊走。尤其一啲牙醫啊，佢都可以嚟到香港㗎，淨係負責幫人哋剝牙添嘛。其實佢哋嘅專業資格有㗎嘛，佢哋其實都非常之熟練㗎嘛。其實呢啲擔憂都不無可能㗎喎。當然最大嘅擔心呢，當然係做地產啦，因為莊哥係從事呢一行㗎嘛。其實莊哥都已經陸續見到呢，有好多國內人呢喺香港啲睇樓啊，都已經見到㗎啦。而且係收到好多啲國內人呢，成日走嚟香港合作，但係佢哋係冇牌㗎喎。你話啦，隨住呢一樣嘢嘅方便嚟香港，佢哋係咪會大量咁樣嚟香港嗰度揾大陸自己嘅人嚟到香港喺度從事地產嘅行業啦？畢竟地產嘅佣金係非常之高㗎嘛，你深圳人點會唔眼紅㗎？我諗呢啲咁嘅擔憂呢，我希望係莊哥嘅多餘多慮啦。好啦，今日到此為止。我係莊哥，係一個平凡嘅地產從業員。下次再會啊，拜拜。